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下灣區生活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居住證啦。無論你係買樓自住定係租樓嘅朋友，都要搞掂呢張居住證啊。咁有朋友可能會問啦，居住證真係咁重要咩？話你知啊，冇居住證響灣區生活真係步步難行啊。想買車、想租樓、想享受灣區嘅醫療福利，通通都唔得啊。所以今期就教大家點樣輕鬆搞掂居住證。首先備齊辦證材料。買咗樓嘅業主咧，帶齊呢3樣就得啦。一、房產證明，譬如買賣合同、不動產登記備案表、房產證都得。2、身份證同回鄉證。3、電子相片回執。去影相嘅時候，記得同店員講清楚啦，係辦理港澳台居住證嘅，唔好影錯相啦。咁租房嘅朋友咧，除咗上面呢3樣，仲要準備一、租賃合同；2、房東身份證同複印件；3、房產證明。如果想帶埋老婆仔女一齊辦嘅，再準備關係證明，譬如結婚證、家庭成員關係表，咁就搞掂晒啦。材料備齊，我哋可以去辦證啦。每個行政服務中心嘅公安窗口都可以辦理嘅，記住啦，一定要係本人親自去，唔可以代辦。咁如果唔想現場排長龍嘅朋友，可以上微信小程序提前預約。預約成功咗之後咧，截圖保存二維碼，到現場掃碼就可以辦理啦。如果唔識網上預約嘅，可以揾我幫手，又或者直接帶齊資料去行政服務中心都得。一般現場嘅人唔多，去到就可以即時辦理㗎啦。證件辦好晒之後咧，仲可以選擇郵寄服務，唔使再跑多轉啦。證件直接寄到返屋企，走完流程啦，你就可以攞到屬於自己嘅居住證啦。居住證嘅有效期係5年，初次辦理免費，續證、換證、補證加20蚊。咁喺福利方面咧，有咗港澳居民居住證，我哋就可以同灣區嘅居民一樣參保，享受醫療、養老等社會保障，生活就更有保障啦。而且好多地方嘅公共服務設施咧，譬如圖書館、體育館都可以憑居住證免費或者優惠使用嘅。好啦。居住證嘅辦理細節同埋要點咧都講清楚啦。如果有唔明白或者唔識操作嘅，後台私信我居住證3個字，我會幫你解答。覺得呢條片有用嘅朋友，記得幫手點個 like， 再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啦。